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文化节发表致辞；司政洛桑森格接受英国 BBC 硬谈节目；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通过行动计划；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西藏人权中心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以扫黑除恶为名遭捕的藏人。藏人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西藏人权发声，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信，指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纽西兰西藏裔少年被中共阻挠，未能参加世界青少年杯足球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上，达赖喇嘛尊者录制视频提到，建立在古印度那兰陀传统上的西藏文化和知识，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中非常重要，可以解决由于过分强调物质而导致的问题。6月28号至30号，在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名为“和平艺术”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以展示独特的西藏传统文化。达赖喇嘛尊者录制视频，向活动主办方表达了祝贺。尊者在视频中指出，他与科学家和宗教领袖在过去40多年的会面，使他意识到西藏文化不仅古老，而且非常复杂。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日前在英国的行程安排中接受了英国 BBC 的硬谈节目。在当天的采访过程中，司政面临一连串严峻的问题，包括印度对西藏的立场、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遭中共当局秘密劫持至今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命运，以及由美国总统签署通过的入藏互惠法案和未来西藏问题的发展取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Born obviously well after the exile of the Dalai Lama, you've never seen Tibet. Born in exile in India,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see it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Of course, definitely. In 2005, I went to Beijing. I was allowed to go. They promised that I will be allowed to go to Tibet, but they did not. But in my lifetime, I'll definitely see Tibet. That much I know. And freedom will be restored for Tibetans. And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will return to Tibet. Lobsang Sengay,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for coming on Hard Tal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印度远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的组织下，为期2天的第6届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于上月15号至16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新建会议大厅召开。与会代表们一致通过行动计划，强调他们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并重申他们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来自印度21个邦的216位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和代表，以及与来自政治、教育、商业和精神阶层的印度领导人及远藏人士，聚集在一起，以纪念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数万名藏人僧俗民众流亡印度60周年及1959年备受尊重的印度党领导人纳拉扬首次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并要求印度民众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抗争事业。第6届全印支持西藏小组会议的代表们还一致通过了一项题为“支持西藏达兰萨拉宣言”的行动计划，强调与会的216位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和代表们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并重申他们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并且承认藏人行政中央是西藏境内外藏人的合法代表。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会议于6月26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召开。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主持会议，4名新上任的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秘书长索嘎尔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议员托马斯曼在会议上欢迎了新上任的议员和其他与会者。长期支持西藏自由运动事业的欧洲议会秘书长索嘎尔在当天的会议中重申了他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未来展望。另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名义非法拘捕和判处多名藏人，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在该活动的名义下遭受拘捕的无辜藏人。6月27号，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名义，于5月份对西藏东部囊前地区的21名藏人判处2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所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目的是为了打压异议人士，即持有与共产党不同观点的藏人，尤其是针对人权倡导者进行打压。为此，该中心表示极为担忧。日前，在第4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在日内瓦进行时，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成员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会议场外举行示威活动，呼吁与会的联合国成员国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让中共对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6月28号，居住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的成员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日内瓦万国宫前，手持西藏国旗，呼喊“西藏自由”等口号，呼吁与会的联合国成员国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让中共对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此外，在第4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期间，藏人代表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递交了要求立即释放第11世班陈喇嘛和加德仁波切的联署请愿信。7月3号，在第4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期间，来自印南扎西伦布寺的僧人罗桑多杰和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甘丹措姆及宫阙央拉，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递交了一份由18443名藏人僧俗民众和人权组织签署的请愿信。请愿信要求联合国干预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第11世班陈喇嘛更登确锦尼玛和其家人，以及允许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独立观察人员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出生于纽西兰、热爱足球的青少年尼玛次仁，近日在中共领事馆的故意拖延下，未能获得签证前往中国参加世界青少年杯足球赛，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西藏人。尼玛次仁的母亲告诉媒体，如果一个出生在纽西兰的少年都会因为其一半西藏血统而遭受这样的歧视，那么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每日遭受着何种对待便可想而知。针对这一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次汪加布阿热亚在采访中指出，这表明中国对西藏和藏人是多么的恐惧。中国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但事实上他们害怕让一个来自纽西兰的14岁半藏儿童在中国踢足球。这也显示了2威尔士的监视在中国的运作。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